歡迎嚟到高高音呢個 channel。今朝早瞓到退房嘅時間，再慢慢食咗個早餐，跟住再返酒店拎返行李，就行過嚟巴士站搭巴士啦。喺札幌站旁邊有45年歷史嘅 Esta 商場，喺2023年嘅8月31號開始咗去拆卸重建嘅工程。而原本喺商場地下嘅巴士總站，亦都要暫時搬走，等2028年之後大樓重建完成，就可以搬返去。而喺呢段期間，巴士站都分佈咗喺附近嘅街道上面，要搭巴士嘅話，就要花多少少時間去揾上車站啦。由札幌站去尖小目嘅西港，車程大概係2個鐘。就係商船三井嘅向日葵號，我哋就乘搭佢由北海道嘅尖小目港去到茨城縣嘅大洗港，當然就係要預先喺網上邊訂位啦。而佢就有傍晚同埋深夜2個班次，而我哋今次搭嘅係傍晚班次，由傍晚嘅6點45分開船，去到第二日嘅下晝2點鐘落船。一般嚟講，每日都會開2班嘅船，但係有啲特別嘅日子都會有啲改動，預約嗰時就要留意返啦。客房嘅種類亦都好多，由平民化到豪華嘅都有。今次我揀咗大房嚟住，一來係因為平啲啦，二嚟我係驚暈船浪，咁周圍空間感大啲，感覺上應該冇咁辛苦啩。而事實上又真係會暈浪嘅，不過好彩都仲食得落嘢。船上邊只係得一間自助餐廳，如果唔想幫襯佢嘅話，都可以去售賣機或者商店嗰度買嘢食。不過選擇就好少啦，都係一啲零食同埋杯麵。
到第二日下晝嘅2點鐘，大家都準備定落船啦。不過天氣就唔係咁好啦，有時候仲幾大雨添。落咗船之後要等1個鐘頭先有巴士，咁我哋就喺碼頭嗰度等一陣。由大洗港搭巴士去到水戶市，車程要半個鐘頭多啲。我哋會先去酒店放低行李，跟住再出返去水戶站附近睇下有啲咩食，同埋周圍行下。水戶站附近都已經有好多商場可以行，我就行到好夜先捨得返酒店，非常之咁攰。咁今次呢條片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